国际新闻来看，非洲的奈及利亚卡杜纳州当地民众初三在庆祝穆斯林的节日，雄雄受到无人机的轰炸，至少造成85个人死亡，60外个人受伤哦。军方承认讲，因掠准是恐怖分子在集会，总统是要求军方要针对这事件展开调查。和军方无人机误载遇难者尸体准备要台，在新的时阵所穿的衬托一个贴做伙。 家属真伤心，本来正欢欢喜喜要庆祝穆斯林重要的节日，却遭受空袭，家族的人就此就应变，也有家族一家伙仔失去10几个囡仔。这边军方误炸事件发生伫咧初三，奈及利亚西北部卡杜纳州的杜敦比里村，迄当阵村民正伫咧庆祝穆斯林重要的穆罕默德诞生节庆。 不过，军方甲接近活动误认做恐怖分子目标，展开空袭。这边空袭除了造成85个人当场死亡，还有66个人送院治疗。对这件误炸意外，内阁总统提努布下令展开全面的调查，国防部也出面道歉。But we will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prevent such an occurrence happening again in the conduct of our operations going forward. 伫咧非洲西部的奈及利亚是非洲人口上济的国家，自2009年开始，伫西北部就一直面临着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威胁。圣战士透过制作恐怖攻击，绑架村民来要求赎金。军方10几年来一直伫咧进行反抗的行动，已经造成这个区域4万人死亡，200万人无家可归。因若一再发生的误炸事件，让人看出。 内国军方的纪律甲威信已經完全袂當信任。Given the frequency in such incidents, Nigerians have lost faith in security oper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. 根據奈及利亞政治情報機構的統計，自2017年到即嘛，已經有超過300位民眾在軍方的誤炸事件當中死亡，包括2021年有21位市民被軍方炸死。因若初三的誤炸事件是歷年來上嚴重的一遍。公司新聞金元慶編輯。